3节，到时阵第3节，我心俄罗上帝，这首大家嘛拢真真熟的圣诗，请陪伴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上主，我的上帝啊，你至大，你用威严做三千，你用光做外三千。你天开天，亲像着大布病；你伫水顶安置宫殿的牛。你用云做车座，用风做食杯。你用风做使者，用炎火做车用。你将地下伫地家顶，互地永远袂摇掣。同齐来吟圣诗第18首《我心阿乐上帝》。天
信仰告白，来告白咱的信仰，新的改变。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家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圣理的总分校。新的改变互你，就是恁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文第62篇腓立比书第2章，做伙。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信心有交谊。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齐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的心恬恬无声，全无听候你，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你来。当阮会当看见远远的光，就知即个黑暗要有尽头啦。你的话成做阮的光，成做阮的力量，帮助阮安全度过艰难困难的时刻。亲爱的主上帝，最近地动真多，侪人感觉惊吓，面对大自然的震动，毋知影要如何，只有恳求上帝怜悯看顾，因为你捌讲，我的稳定够业你用，互阮心内有力量，继续掠即个愿望，互家己的未来互光照，无来迷失方向。主，一年对新年行到特别年终，阮的心内嘛是充满深深的感谢。每一天的日子有酸有甜，有艰苦嘛有笑声，总是伫每时刻，阮拢会当经历主你甲阮同在，圣神保惠师的鼓励甲陪伴。所以，毋是伫感恩节，阮献出感谢，是时时刻刻心拢感受到信靠主所得到的安全、稳定甲欢喜。主，阮将忧愁、烦恼、扰乱的情绪、生活一切，拢交托伫你的手，因为阮知，这拢是化妆的祝福。阮嘛要学习为现今的事，毋是干那家内的，嘛为着身边的人有困苦的兄弟姊妹，毋望主，你嘛当领因平平安安行出人生的幽谷，领受基督内底真多的好处。亲爱的天父，你的心意是愿意人类来和睦，世界和平。阮人因为犯罪来骄傲，大国
欺负小国。愿你的公义甲和平行伫世界各地，毋管是人还是国家，拢爱遵守正义甲和平，合适彼此的宽容，世界会当真正行往和平的时刻。我们为着每一个国家的稳定，时常挂心来祈祷。以上祈祷，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圣歌队今仔日所吟的诗是《乌鲁称赞主》。
圣经伫约翰福音18章28到38节安尼记载讲，透早犹太人的领袖将耶稣对该亚法遐押去总督府，因家己无入去，因为惊目着蓝衫，煞袂当食半过节的晚餐。所以彼得多出来见因，问因讲：“恁告即个人啥物罪？”因应讲：“即个人若无做歹代志，阮袂甲伊交互你。”彼得多甲因讲：“恁家己去办，照恁的律法甲伊审判。”因对伊讲：“阮无权甲人判死刑。”这是要应验耶稣以前所讲的话，表示伊得要安怎死。彼得多搁入去总督府，调耶稣来，问伊讲：“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耶稣应讲：“你安尼问我，是你家己的意思，还是听着别人甲你讲我的代志？”彼得多讲：“我检是犹太人，你本族的人甲祭司长将你交互我，你有做啥物代志？”耶稣应讲：“我的国度毋是属即世间。我的国度若属即世间，我的部下会为我征战，免得我受出卖互犹太人的领袖。其实我的国度毋是属即世间。”彼得多就问伊讲：“安尼你是王咯？”耶稣应讲：“你讲我是王，我为即个出世，为着即个来世间，是要为真理做证。属真理的人拢会听我的声。”彼得多问伊讲：“啥物是真理？”讲煞，彼得多就搁出去外面对因讲：“我查无伊有啥物罪。”今仔日的信息，你属啥？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伫今仔日咱会当三甲自己做伙观看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会当来帮助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更新吼。伫今仔日的讲道题目，我定是你属啥？你属伫啥？现在如果我问大家这个问题，你的性命属伫啥？恁会安怎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大部分的人会回答讲，我的性命是属伫上帝。这是为虾米？有可能是因为咱今仔日安那伫遮恁咧做礼拜，他亲像讲上帝离你真近，你离上帝真近。爱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爱回答拄则我讲的，你属伫上帝。但嘛有人会感觉讲，是因为上帝安那亲像伫这个时阵咧看你，你不得不以回答这个问题。你一定爱回答这个问题，你才会平安呐。所以咱会当想看觅，你为怎样会安尼来回答？你为怎样会安尼回答？但教师讲这个问题伊毋是出现伫今仔日，毋是伫礼拜日，毋是伫咱咧做礼拜，毋是伫你咧看圣经的时阵，是伫啥物时阵？是伫你咧工作的时阵，伫你工作互头家安那刁难，伫你咧考试的时阵，你考无好，爱考会无考掉。伫你咧开车的时阵，还是骑奥多摆的时阵，你拄着车祸；伫你咧服侍的时阵，无人理解你，无人体贴你，无人了解你的付出甲牺牲。如果是安尼，咱伫咧经验着痛苦、失落、跋倒的时阵，咱阁有法度安尼去回答讲：我属上帝吗？伫咱咧思考即个问题时，我想约翰福音18章要帮助咱重新来思考：我属啥即个问题啊？你是属伫啥？伫今仔日今早讲到，伫耶稣互人掠去到彼拉多面前受审判之前，发生几项代志？正经发生几项代志？如果咱有圣经的你会当掀开来看18章。伫头前，伊的12个门徒其中一位，叫啥物犹大，来甲伊出卖。然后呢，煞接伊的门徒
嘛是会温度。彼得，伊用刀仔将大祭司的罗卜的耳孔仔那，甲卸落来。然后呢，耶稣互人掠去到捌是大祭司的人面前，叫做安娜。煞接彼得3届无认主，耶稣互人送去到大祭司该亚法的手头。最后，耶稣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伊互人押去到总督府，伫遐哩来受审判。咱来看这个经节的时阵，今仔日咱用无共款的方法来看一百章。犹大为虾米会出卖耶稣？咱知影吼，是为着啥？是为着30个银仔吗？是嘛？毋是，是因为耶稣毋是心目中所想象的迄位弥赛亚，伊毋是要成做推翻罗马政府的迄位，伊来是要为着人牺牲，对不对？然后呢，彼得，咱思考看觅，为什么彼得吼，伊是一个门徒，爱有啥物会扎一支刀仔伫个身上？可能伊是要为着保护伊的同伴，保护伊的耶稣，但是军队耶稣的人应该是毋免扎一支刀仔才对，因为耶稣伊会当保护咱每一个人，保护军队的人才对啊。所以伊敢了解耶稣。以前伊真肯定讲主啊，我甘愿为着你放杀性命。但到即个时阵来临的时阵，咱知影伊逃走。捌是祭司长哦，大祭司的阿那，伊是现任的祭司长该亚法的丈人。因伫犹太人的族群内面，因有真悬的地位甲影响力，因也真做将耶稣当作是对敌的存在啊。因为耶稣伊咧做的代志真影响因的地位甲影响咱，敢毋是？咱来问，伫迄个时阵，谁属耶稣？谁属伫上帝？军队伊3党的人出卖伊，愿意为着伊放杀性命的人却逃走。原本应该上了解上帝的人，却想要杀死伊的独生囝。当耶稣对该亚法去到总督府，互比拉多审判的时，遮恁甲伊杀去头前的犹太人领袖，因无入去，因为因要安那？因要爱食盘过节的宴席，所以比拉多出来甲因见面，甲因问：恁甲即个人过啥物罪？因应讲：即个人若无罪吼，我袂甲伊交互你。比拉多甲伊应讲：恁家己去办，照恁的律法甲伊审判。因对伊讲：我无权甲人做判死刑。这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伫后面讲到，比拉多伫内面问耶稣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应伊讲：你问我是因为你家己的意思，还是因为别人甲你讲？是人甲你讲的，还是你有安尼想？比拉多佫讲：我敢是犹太人？我本族甲祭司长，你的本族甲祭司长将你交互我，你有做啥物代志无？耶稣应伊讲：遮恁哪会当思考一下？我的国度毋是属即世间，我的国度若属即世间，我的部下会为我争战，免得我受到出卖互犹太人的领袖。其实，我的国度毋是属即世间啊。当咱看到遮恁的时阵，所以耶稣的国度毋是属这世间，啊伫倒位？我伫咧思考这个问题：谁属伫谁？若是讲咱属伫耶稣，咱属伫上帝，上帝甲耶稣是毋是比咱较悬？比咱的地位较悬？所以如果人讲耶稣属伫即个国度，安尼耶稣就是安那？伫即个国度下面。所以耶稣伊讲的意思是啥物？即个国、即个世间应该是属伫我，是互我安那？是互我来掌管的。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1、2、
若是你有认真来看，一直到上后面第40节，第最后3节，就是因选择要讨绑即个巴拉巴，巴拉巴，伊是一个暴徒，就是伊捌杀死过人。当咱看了今仔日的18章的时阵，规个18章听了我安尼讲，咱会当思考，也是讲恁家己搁拍开圣经来看。我想要问讲吼，恁有发现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无？这是咱真实的经节啦。但是你有感觉内底有真奇怪的代志，一直咧发生，也是互你感觉内底会角色因咧做的代志。若是用国语来讲，叫做讽刺。台语我毋知要安怎讲啊，我想讲应该毋是叫做讽刺啊吼，应该毋是安尼念吧，就是讽刺。甲耶稣做伙到总督府的，或者係一群犹太人的领袖哦。因有可能是祭司长，有可能是法利赛人，有可能是教师。因将耶稣押去内面，因无爱入去，因为因讲伊要过安那搬过节。什么是搬过节啦？是犹太人为着要纪念耶和华上帝带领因离开埃及所过的节期。因虽然拢记咧搬过节对因的重要，但是伫迄时，迄群犹太人的领袖，因要安那？因组织要将迄个带领因的耶和华上帝的囝来杀死啊！有奇怪无？因想着杀死耶稣的办法，就是安那，互伊成做政治犯。哦，伊讲伊是王，伊讲伊是王，但是安那，伊确实是王。这是伊的罪，伊要定伊的罪。耶稣无讲，但是讽刺的是，伊确实嘛是全世间人的王。因想要互罗马政府来出手啊，但比拉多伊无问到耶稣有罪的原因。伊无找到，所以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伊是犹太人王，但是伊嘛无干那是犹太人的王啊。因为耶稣的国度安那，毋是属伫这世间，但是愿意军队伊相信伊去看真理、明白真理的人，就要入去伊的国度啊。特别来都找袂到耶稣会做以后，照犹太人的惯例，爱讨绑一个犹太人的罪犯。这犹太人因选择讨绑一个杀死人的人，但是因要杀死一个无犯过罪的人。彼拉多伊真巧，犹太人想要借罗马政府的手杀死耶稣，伊却将这个选择安那，搁撒转去予犹太人。互因伫两个人中间做一个选择。迄时无要问谁对谁毋对，谁有罪谁无罪，众人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要杀死耶稣。当咱看了18章的时阵，内面有出现几个角色，有犹大，有彼得，有阿那，有该亚法，有犹太人，有彼拉多，有巴拉巴。有耶稣，因拢咧做因感觉对的代志，但是因做的代志，无一个是符合因的身份的。问到犹大，伊选择出卖耶稣，是因为伊认为这毋是弥赛亚，但是伊是弥赛亚。问到彼得，伊用刀伤害人。为着是要保护耶稣，伊认为伊会当为着耶稣牺牲，但是伊却逃走，因为伊无发现，伊嘛看重伊家己的性命真重啊。阿那甲该亚法，因一个是做过祭司长，一个是现任的祭司长，因应该做的代志是啥物？是服侍上帝，但是因要用因的权甲因的影响来杀死无罪的耶稣。犹太人因选择来讨绑一个有罪的人，彼拉多伊有权会当做决定，但是伊将这个权交予别人，因为伊无爱做
任何人眼中的歹人。巴拉巴，伊本来应该死，但是因为耶稣的出现，伊得救啊。无毋对，耶稣的出现是要救人。耶稣用这种方法嘛救巴拉巴。这个巴拉巴伊欢喜接受这个结果啊，因为伊毋免死啊。耶稣上帝的独生囝，伊来毋是要统治这个世间，毋是要成做打败任何国家迄个上强的国家的迄个王啊。伊却要成做世间人的拯救，伊选择牺牲家己。所以所有的人拢咧做，但是伫迄个时阵，只有一个人是对的。只有一个人是对，迄个人就是耶稣啊！除了耶稣以外，无一个人是对，无一个人是对，因为只有一个人伊顺服上帝。伫今仔日的教会节期中，嘛是基督君王的主日，当然今仔日嘛是感恩节。这个节期咱可能无识，因为我嘛无识，我嘛去看一下这个节期伊咧讲啥。这个节期，伊强调基督伫宇宙甲世间中的主权啊。伫这个节期中，嘛足强调反悔这个代志。伫即天，咱要同齐来反省甲思考啊。伫咱的信仰中，咱的王是主基督耶稣吗？伫今仔日，为什么毋是叫做上帝君王主日？因为咱要同齐面对迄个道成肉体的耶稣，耶稣基督，伊为着咱每一个人所做的代志，伫现在所做伫咱身上的代志，也伫过去咱做伫伊身上的代志，就是咱有做，咱要用伊的牺牲、伊的宝血了早，来互咱得着救。即摆伊继续咧引带咱每一个人。互咱透过反省，互咱透过思考家己有错误的所在，来继续军队改变咱的生命。但咱敢愿意悔改？咱要悔改的原因是啥物？有的人伊无爱去想这个代志，因为这个过程的结论吼，就是伊无要改，所以伊规气莫想。有可能有人想要改。所以伊咧思考的是，伊看到家己过去所犯的，伊承认，然后伊想要改变，然后伊咧努力。有可能是伊发现咱生活中有足多的选择甲决定，有对嘛毋对，所以呢，咱无完全，咱来挖靠。毋知影你诚做基督徒并且悔改的原因是啥物？你悔改啊吗？你还阁咧悔改吗？你还要悔改吗？伫2礼拜前哦，下拜日，我对青少年礼拜日咧带青少年的时阵，我对因发出一个挑战。我问青少年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你有想要真做基督徒无？哦，这个问题足危险的，哦，因为会互我绊倒，吼，我就咧看，像讲袂吼，但是无人应啊。但是我看到有人安尼，哦，我足惊，我免回答，你莫回答这个问题哦。我真后悔问这个问题，因好佳在因拢是较内向啊，所以我想因应该拢是真肯定我要做，但是吼毋敢讲，吼，这是我的想法，我毋知因安怎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因为上帝圣性的感动回应上帝的呼召，只是时间的长短尔。所以才我阁问第二个问题。恁为虾米会来教会？因为吼，我想咱来教会会有一个目标嘛，就是真做基督徒嘛。然后真做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目标嘛，是军队耶稣嘛。军队耶稣有另外一个目标嘛，是真做安那成圣的存在。互你的想法哪来哪亲像耶稣，你的做法哪来哪亲像耶稣。当迄阵我竟然莫回答这个问题，我家提出一个。实验，哦，我毋知我讲这个字讲对，中文叫做实验呐，实验，哦，咱来聚会嘛真好，互相学习吼，我学习上多实验，哦，其实对咱人来讲吼，
对着迄无关系利益的代志吼，咱除非你感觉真重要啊，啊无吼，你真紧就会袂记啊。意思是啥物？意思是，如果我的老爸对我讲，哦，加啉寡茶，哦，莫啉饮料，我若是无甲伊信到吼，我袂去做嘛。但是如果若感觉伊讲的话真重要，伊要过心进行讲即句话吼，我可能即世人嘛无可能搁啉饮料嘛。就是这物件是看重的问题，毋是伊甲你有关系的利益的问题，无关系钱啊，无关系你的人际关系无。你可能若是伊无重要，你就会慢慢袂记住。但是有可能迄个代志安那，伊真重要。所以我互因伫礼拜日以后吼来回答即个问题，用手机传讯息甲我讲。迄天15个人，恁也有几个人传讯息甲我讲？有可能第二个数字，你若叶着吼，等一下来找我。3个，只有3个甲我传讯息。因的回答是啥物？我用较紧的方法讲，我无全部讲哦。有个人讲，这个所在是伊灵魂体休困的所在啊。有个人讲，伊较早感觉教会无聊，但是伊伫遮恁找着知己，伊伫辅导的分享中了解信仰对伊有重要，伊开始学习祈祷。有个人讲，伊真欣赏别人口喙内底所讲的上帝，伊毋知影为虾米因的上帝较真啊。所以伊嘛想要来了解这个信仰，伊嘛想要经历着上帝。这个实验吼，毋是要讲，实验。所以人无当吼，透过一届就改变啦，爱看重实验无回答的人吼，毋是讲伊毋对啊，嘛毋是讲因无爱来教会啦，因有可能只有是安那，无爱甲我讲尔。我创啥甲你讲对毋对？我想因会当去，但是我想要互因去意识到有一寡代志吼，如果因无将伊看重吼，放伫心头吼，只有听着甲看着吼，就亲像今仔日听着、看着上帝的话，听着讲到，是无当诚做伊的帮衬啊，嘛无当诚做互伊看重的代志啊。安尼迄重要的代志是啥物？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甲耶稣的价值观，以及信心所来的感动，互你有感受啊。伫今仔日咱坐伫遮，同齐咧思考即个问题，我嘛甲恁考试啊，看恁敢有看重啊。但是我考的毋是我，请问2礼拜前老牧师的讲道题目、甲经文、甲伊讲的内容大概是啥物？我拼啊，我哪会知哦？至少今仔咱知影吧？路德嘛，路德记嘛，啊讲道题目咧，安尼牧师欣慰啦，牧师有欣慰。就是安尼，你有看重才有记的嘛。但是我搁问一个问题：2冬前的今仔日牧师讲啥？我知影这个问题，伊可能毋是看重的问题，但是你爱去思考的代志，咱爱去思考的代志是，伫每一届咱咧伫遮恁聚会，也是咱咧看上帝话的时阵，你要留啥物伫你的心头内面？咱毋是机械啦，无可能啥物代志拢去记，但是愿咱会当留空间，互主的话，互主甲咱交流。甲咱交陪，所以当咱问我属啥的时阵，伊的答案毋是我属主啊，伊的答案毋是我属主，然后就无啊，伊无干那是安尼尔，伊的答案是要互咱的信仰会当得到提醒甲帮助，就是你家己讲，我是属主，所以我会安那。如果我属主，我应该安那做，安那来讲。如果我属主，我应该继续做的代志，甲无应该继续做的代志是啥物？我应该点的代志是啥物？我应该顺服的代志是啥物？如果我属主，我要继续坚持的代志是啥物？如果我属主，我要放下家己；如果我属主，我要悔改；如果我属主，我伫今仔日要感谢；如果我属主，我要倚靠祈祷。如果我属主，我愿意为着别人牺牲。如果你属主，你会看重上帝的话、耶稣的教示、信心，互你的感动。愿咱透过今仔日这个题目甲经节，咱伫今仔日会当同齐有一寡思考，就是我要怎样来成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
愿上帝话帮助咱每一个人，咱同齐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三角组织透过你的话语，阮来思考得到帮助。愿你的话会当进入到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所看重的代志，嘛是属你，嘛是有你，嘛是知影你所想的是甚物。愿你互阮每一个人有感动，互阮伫今仔日来转去的时，阮也继续思考怎样来做一个基督徒。阮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三组织踮伫伊的圣殿中间，咱也踮伫今仔日要来举行咱长老以及执事的就任。踮伫咱9月份的时阵，通过咱的会员好会已经有选出咱新职的中职同工。侪人咧问讲，长老教会定定开会。嘛，一直使用选举的制度，到底是人的意思，也是上帝的意思？其实，踮伫加尔文的神学观念中间，每一摆的会议拢是礼拜，每一摆的开会拢是敬拜。所以，当咱召开会员好会选举的时，咱的小会必须爱遵照咱的规则来清点咱所有的会员人数，以及做公告。当开始公告的时，也是咱同齐祈祷的时。踮伫每一摆祈祷的时，咱敲吹上帝的心意，通过咱每一个人的选举通显明。所以是耶稣基督正做咱的头。所以这点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奉立以及设立。咱所新选出，咱有10位的同工，要正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3甲同工来管理圣殿以及会堂。踮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服侍上帝话的牧师3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甚物呢？长老的职务是甲牧师同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灵性的，教育每一个世代的信徒，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通正做咱信徒的模样。若有受交代，代表咱的同会、教理总会、中会3甲参与会议，都无整个上帝国宣教的发展。踮伫这点，咱也同齐通过这首圣诗来表达咱的信仰。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历经第1节的时，嘛邀请咱受新选出的长老10位长老来到伫台前。我
咱已经经过9月份的会员好会选出恁10位要成做咱的长老，所以现在恁来踮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誓约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当恁要领受长老的责任，恁敢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欢喜成做东门北克力同会的长老，是着忠心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顺这个意思来安尼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现在是会友的誓约，所以请咱的会员拢共同起立，也请咱的会员来应答牧师所要问咱的问题。恁已经有竞选彭耀文、丁安利、吴美央、洪韶倩、梁淑珍、刘丽琴、蔡胜佳、戴志勋、张志峰、戴立文，成做恁的长老。恁有心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听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衬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敢有约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释法，唔通世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请坐。现在请2位爱受奉立的长老先来到伫头前，请来牧师。一个。同齐来祈祷，主当愿三自集来到伫你的面前，愿即时奉立戴立文成做东门北克力同会的长老，愿你的心临到伫伊，帮助伊，互伊踮伫每一日通成做你忠实的奴仆，互伊当活出你的干净，也会当服侍教会，帮助尽圣道，同齐归荣光上帝。愿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主，愿自集踮伫你的面前，但愿要奉立张志峰成做东门北克力同会的长老。主，愿你坚固伊、扶持伊、加添伊的信心，互伊通成做你尽忠的奴仆。踮伫济工作，也是踮伫教会生活中间，拢通成做你水的干净，也引带正圣道归荣光伫你，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
咱请咱的小会员以及咱的民务长老来接待。好，安尼咱做伙向后转。好，这是咱踮伫未来新一任的长老同工，咱要同齐来服侍上帝，为因公利益，请咱也搁一摆同齐来祈祷。祝愿献上感谢的心，踮伫遮设立这10位成做教会新任的长老。愿你的圣神临在踮伫阮中间，引带阮踮伫小会，阮会当做出合你心意每一个决定，归因光伫你，也将你的救恩分享到伫济济需要的所在。愿你的听，愿你的怜悯，常常甲阮的教会、甲阮的长老、甲阮的牧者团队三伫地。愿你听阮，听祝福阮每一位，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妹，好，咱拍破来祝福伊。好，来请回。线接是咱即事的就任，所以也邀请咱会今113首的第一节，踮伫咧今的过程中间，请咱已经受选出，咱的即事会当来到伫头前，咱同齐来今第一节。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咱遮已经受选出的即事，来到伫头前，因要成做咱教会的即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现在咱也竞选人来协助牧者、长老，会当同齐服侍上帝，互因专心服侍上话以及圣礼典。现在嘛爱请恁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当恁要领受即事的责任，恁敢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愿意正做东门巴克利教会的即事，就爱忠心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因光上帝，立益伊的教会。恁敢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若关系教会的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敢有愿意安尼行？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现主是爱请咱的会员来誓约，请咱的会友共同起立。恁已经有竞选遮的同工来正做教会的即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
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着敬重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有愿意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当世界报扬，比较妨害教会大局。恁有约要安尼行？我即时来做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东门巴克利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东门巴克利东会的职事，煞通知正会有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遵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阿免。会众请坐，咱也请咱的小会员同齐来接纳，请咱的小会员甲民务长老同齐来接纳。加油！好，安尼嘛，请因向后转吼。这是咱所选出新人的职事，也邀请咱同齐踮伫祈祷中间为因祈祷，愿上帝亲自成做因的帮衬。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为着这10几位的职事献上阮的祈祷。主，你踮伫阮的教会中间做头，也竞选人甲你同工。愿你成做阮的帮衬，互阮踮伫每一摆服侍时，阮见证你的荣光；也踮伫每一摆阮军队你的时，阮看见你的光踮伫阮的头前带路。愿主祝福踮伫阮的教会，祝福阮新任的中职团队，互阮会当踮伫一切所行为荣光伫你。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过一摆拍鼓啊，来祝福你。好，请回座。要介绍一下吗？来，等，介绍者。还是这事较侪人唔捌，所以要介绍者。后来对我郑秋平加硕阳、徐硕阳，第2位陈维利。这边看袂到对无？来，第3名，陈其炫，再来李舒淇，再来这是秀云，再来韦凯，来倩玲，这拢咱古林的技术，再来静文，爱叫伊 Sophie 才知，有人时仔唔知本名叫做静文。
过来嘉瑞、王嘉瑞，过来蔡荣安，过来叶世维，过来李雅丽，过来吴慧婷，来苏荣顺，过来林洪明俊。好，咱个少宇今仔日工作无法度来，所以咱会搁选一个时间来做补救人吼。好，咱拍拍啊欢迎。好，会当请回座。好，接着咱要来举行咱团契首长的就任，所以搁一摆来吟113首的第一节，也邀请咱遮的要当值的同工会当来到伫头前吼。我来调你救赎我的主，光明的我可所去保佑主，为了可怜我，你嘛受苦头。现在咱要来举行咱教会机构首长的就任今仔日有上河团契会长苏庆荣，家庭团契会长因为出车祸，所以临时无法度来吼。妇女团契会长林玉梅，圣歌队队长柯伟凯，首中团团长林婉琪，主席校长梁淑珍，以及咱东门北克力历史教育推广协会总干事李新元，同齐踮伫遮要来就任。所以也要请恁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当恁要领受这重要的责任，恁敢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明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责，恁要倚靠耶稣到回头耶稣基督独独准伊最大来尽恁的职务，恁敢有愿意照安尼来行？我只是来宣告，请咱会当做伙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东门北克力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本教会上河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妇女团契会长、主席校长、秋情团团长，以及东门北克力历史教育推广协会总干事，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大家请坐，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也互阮会当竞选遮的同工来成做教会济团契以及机构重要的服侍同工。主，愿你的话常常刻条点伫因的心，互因点伫每一摆服侍的过程，体会主你圣神的引带，愿主祝福因，帮助因。欢迎搁较跑走头前的路站，来归荣光伫你，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好，来向后转介绍一下。好，对我正手边遮来介绍吼，这是咱历史教育推广协会总干事李新元。过来，咱的秋情团团长林婉琪，主流校长梁淑珍，过来妇女团契会长林玉梅。圣歌队队长柯伟凯，上河团契会长苏庆荣，咱也特别为了家庭团契会长肖林辉老师来祈祷，伊顶礼拜出车祸，嘛感谢主的恩典，踮伫开刀了，即马恢复了真顺利，所以咱也听候伊会当的时间，咱才竞选另外一个时间来做补救日，好，咱拍破来。祝福因，好，请回。即时咱用奉献来回应对水的疼。
做伙吟圣诗380首，甘心的奉献。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咱的圣经学堂的进度，即礼拜拜三，咱要做伙读《士师记》16章第1节到22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好今仔日也是咱的感恩节礼拜，所以也感谢主的带领，互咱会当透过今仔日的礼拜，咱也搁一摆回顾过去一年所领受的恩典。咱也踮伫礼拜中间，咱已经有举行咱。对于2025年到28年，咱新日中日同工的就任。好，搁来第2项，咱会踮伫后主日的第1场礼拜中间举行圣餐甲洗礼，也踮伫咱的第一场礼拜后，咱的礼拜煞，咱会随时踮伫咖啡屋来举行论道理，所以也请咱的长老会当踮伫礼拜煞，咱做伙到伫咖啡屋。过来第2项报告，咱过来今仔日第2场礼拜后，咱约咱食饭饱差不多12点半的时，会举行咱新人中日同工的礼拜事会训练，所以也请咱新人的长老执事会当约6点2食饭饱12点半的时间来到伫大礼拜堂遮，咱要来做礼拜事会的训练。好煞接是咱最近有圣诞节的活动。头一项，咱今年圣诞点灯的福音餐会会踮伫12月初7，咱会踮伫12月初7下晡4点半，下晡4点半开始吼，咱的圣诞点灯的福音餐会。特别咱也今年对12月初7一直到12月21的时阵，咱会踮伫咱后壁即间教室有迄个福音画展。让幸福变更大的福音画展，所以嘛欢迎咱会当邀请咱的朋友会当做伙来欣赏。踮伫12月初7迄天，咱嘛会邀请遮的画家做伙来分享吼。好，过来第2是咱12月14下晡，12月14下晡踮伫大礼拜堂拜六下晡，咱会有手真手棒中团甲咱小弦乐团共同的圣诞音乐会。所以嘛，欢迎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过来，咱12月22迄天是咱的圣诞节赞美联合礼拜。咱12月22迄天礼拜煞，咱会做伙有圣诞爱餐吼。所以嘛，请咱有要购买遮的餐券的兄弟姊妹，咱若是踮伫团契，就请咱对团契遮来报名。若是个人，咱也欢迎咱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缴费。一个人是300块。迄天因为咱后面嘛有爱餐，所以咱对12月22迄天，咱对面遐拢无法度停车。共款咱照旧年的下地，咱的圣诞节礼拜12月22迄天是9点半，所以嘛请咱会当同齐来注意遮个时间。咱餐券的购买吼，餐券的购买到伫12月初8，所以嘛请咱来注意遮个时间吼。望咱若是有要参与咱的圣诞爱餐，咱会当踊跃来甲团契，也是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好，以上今仔日有几位咱的老会友转来踮伫咱中间吼。头一个有迄个简长兴跟刘志娜，这是马珍老师的朋友伫后壁遐，咱搁伫咱欢迎因转来踮伫咱中间。搁有头前遮有耀文的大哥甲表姐，因对搁活转来吼。这是咱的欢迎因。对啊，耀文的大哥，对，这是个大哥，对，这是
好，我做以上者会介绍甲报告啊，咱下礼拜煞，请咱新人的中职同工会记哩来到日头前，咱要翕相吼。咱下礼拜煞嘛，请咱的中职同工来到日头前，咱来翕相。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伫个周报的第10页，即是就是互你罗马尼考试的时间。来，咱做伙来念2解。耶稣应讲：“你讲我是王，我为着即个出世，为着即个来世间，是要为真理做证。属真理的人拢会听我的声。”搁一摆。耶稣应讲：“你讲我是王，我为着即个出世。”为着即个来世间，是要为真理做证。属真理的人拢会听我的声。福音18章38节。这是咱来吟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甲你来行，恳求你甲我多保，若是我认真欠你是正，暂我那日子受你改变。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三弟弟对大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